一路行咧就會經過一條完全荒廢咗嘅村，我估應該係鎖羅盆村咯。睇得出村民新年嗰陣都翻過嚟嘅，竟然有個遊樂場喺度。呢啲鋼架應該係60、70年代喎，睇嚟呢條村都係荒廢咗幾十年啫喎。嗰陣時應該仲有好多小朋友喺處，如果唔係點會有呢個遊樂場呢？